在雪中悍刀行的故事中，徐凤年是见一个爱一个，红颜的数量比韦小宝都得多得多。但他的父亲徐骁却不同，一生只爱吴素一人，即便是北莽女帝许下徐妻，分给徐骁半壁江山，徐骁都不为所动。那么徐骁跟吴素之间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呢？又为何会这样痴情吴素呢？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。徐骁虽然只是一个粗莽武夫，但是却也有不少人喜欢徐骁，北莽女帝就是其中之一，同样也有北凉王妃吴素。而当初还未遇到徐骁之前的吴素可谓是意气风发，因为吴素是吴家剑种的监冠，得到了大梁龙阙这把神兵的认可，并且还是吴家剑种中必将成就剑仙之列的奇才。作为吴家剑种的未来领路之人，吴素早期的时候一生主要的目标只放在了修炼上面，即便是出世也要将自己打扮成男人，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。而徐骁当初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校尉罢了。两人的初遇，徐骁甚至连吴素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但是却被吴素惊艳的容貌给吸引住了。吴素的男装骗得了别人，可骗不了老辣的徐骁。当时徐骁发挥了自己厚脸皮的精神，开始追求起了吴素，并且当时还对吴素许下海口，他想要天下，那么就给他一个；想要江湖，便给他一座。而徐骁只想要一个儿子，问吴素给还是不给。这个要求直接让吴素恼怒，劈头盖脸的暴打他了一顿，并且很明确的拒绝了徐骁，认为徐骁就是个大流氓。但那一顿打在徐骁的眼中却有着另外一番的解释，打是情骂是爱，吴素肯定是喜欢他才打他的。就这样，在厚脸皮的作用下，徐骁便一直跟着吴素行走江湖，吴素去哪儿，徐骁就在哪儿。即便是他不知道吴素的名字，也不知道吴素的来历，只知道自己对他是一见钟情，此生非他不娶。在雪中的江湖中，要论脸皮最厚的人，那么徐骁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存在。尤其是在追女人这一点上，徐骁绝对是厚脸皮的存在，就连儿子徐凤年拍马都追不上啊！在被吴素打了一顿后，徐骁就像着了魔一样，死皮赖脸的跟着吴素走了一路，并且一路上都在絮絮叨叨。即便是吴素发脾气都没能赶走他，甚至表示吴素即便是怒目观音，却更为风情万种，可以说是给吴素夸到了天上。因为徐骁的这种厚脸皮，也让吴素逐渐的开始对徐骁产生了一些改观，而吴素当时剑术超群，却依旧赶不走徐骁这个厚脸皮。因为徐骁虽然一直跟着他，却行事光明磊落，从未耍过什么花招。这种死缠烂打的执着，即便是吴素告诉了他自己吴家剑种的身份，但这依旧阻挡不了徐骁的热情。他告诉了吴素自己迟早要娶她回家，不过徐骁因为必须要回到军营中，便也在当时选择了离开。而这次离开，也就导致了吴素发觉自己开始想念这个厚脸皮的男人了。最终也因为徐骁这种执着，让吴素对他产生了感情，最后愿意背叛吴家剑种，放弃了能够成为女子剑仙的机会，跟随在徐骁的身边，开始四处的征战。而两人在一起后，因为徐骁要四处征战，吴素便也跟随在徐骁的身边。在徐骁拿起刀枪上阵杀敌的时候，吴素便为北凉军鼓舞助威。徐骁休息之时，那双拿着刀枪的手却捧起了针线，小心翼翼地给吴素缝制布鞋。两人的感情是双向奔赴的。徐骁虽然外表是一个粗人，并且大字儿都不识一个，但是对于自己爱的人却知道如何的呵护。正因为这份细心，彻底打开了吴素的内心，让吴素甘愿为徐骁奉献自己的生命。在西楚西垒壁一战的时候，徐骁率兵冲在前阵，吴素则是在后方擂鼓助威，帮助徐骁赢下了这一举世之战。也正是因为这一场战斗，让徐骁见到了名震天下的角色西楚皇后。有着色甲称呼的他，在当时就跪在了徐骁的脚边，但徐骁却连正眼都没看他一次，直接给了条白绫，让他想要保住名节就选择自尽。就这样，这位色甲就上吊在了徐骁面前。在徐骁前往黎阳王朝述职的时候，吴素已经怀上了他的第3个孩子。本来吴素应该在家中安心养胎，但黎阳为了不让真武大帝转世出世，设计骗吴素说徐骁有难。这听到丈夫有难，吴素立刻只身前往黎阳，一袭白衣独闯皇宫，却遭遇了埋伏。无奈之下强行破境，落下了隐疾，生下徐龙象不久后便身亡了。临死前才告诉了徐骁白衣案的事情，希望徐骁能够保护天下的和平和他们的儿女。也正因为吴素临死的叮嘱，让徐骁放下了对黎阳复仇的念头。如果不是吴素最后的那一番话，可能黎阳早就被徐骁给灭了。而在吴素去世后，徐骁也尽心尽力的去培养徐凤年，完全没有纳妾的想法。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中，北莽那位女帝派人给徐骁送了封信，如果徐骁愿意去他们北莽，他愿意徐妻，并且将天下分给徐骁。面对这么巨大的诱惑，徐骁还是一刀斩断了北莽的使者，明确拒绝了女帝。之后临死前更是告诉了徐凤年，他自己一生中只有吴素这么一个爱人，除了吴素外，眼中
从未有过他人。可以说，整部《雪中》里，徐骁和吴素的感情是最为让人动容的一对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